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及矚目成交。1月份商鋪租賃宗數約260宗，按月下跌13.62%，按年上升38.3%。1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約2633萬，按月下跌15.63%，按年上升55.56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1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中環皇后大道中77號中旅大廈地下連地庫，面積約322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0萬，尺租約124元。第4位，銅鑼灣洛克道463至483號銅鑼灣廣場2期地庫，面積約951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75000，尺租約50元。新租客係意大利菜餐廳 Euro。第3位，西環堅尼地城海旁20號益豐花園地下入口連1樓全層，面積約184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8萬，尺租約26元。新租客係幼稚園。第2位，佐敦道21號福樂大廈地鋪，面積約40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5萬，尺租約138元。新租客係龍豐。第1位，上環德輔道中188號金龍中心地下7號鋪連1樓及2樓，面積約13952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78萬，尺租約56元。新租客係方德證券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